好来，煞来看这个美国的环保署长惠勒传出12月初5要来台湾访问3天，要针对海洋保育甲台湾来做交流。这嘛是最近这4个月以来第3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官员。卫生部长阿扎尔、国务次卿克拉克了后，即马美国环保署长惠勒按算伫12月5号来台湾，就海洋保育的议题来交流。 在去年2019年12月份的时候，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他亲自的致电邀请美国环保署署长惠勒 Andrew Wheeler 来访问台湾，美方也表达来访的高度意愿。台美互动一直升温，而且往来密切，我们都乐见，而且也相信。 对两国的关系会更好。这是4个月来第3位来台湾的美国高阶官员。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明年1月20号正做白宫的新主人。伫川普任期的上尾1个月，惠勒来台湾的意义嘛引起讨论。对台湾来讲，只要有这个高级的内阁官员来访，它就是一个记录。欢迎，即便在美国的政权更迭之际啊。 只要有美国的高官愿意要来台湾的话，我们都应该欢迎的。就像阿扎尔来台湾同款，惠勒和团员会照同款的模式坐专机来台湾，唔免隔离。不过来台湾的人数到底会像顶摆同款这么侪人无？而且大部分的行程拢已经公开，时间已经开始进入上尾的阶段。